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内政府的内阁要改组，昨昏经济部长郭智辉、所谓发展部长黄岩南，佮教育部的政务处长叶秉成拢发声明请辞。所来的经济部长就会交予景民兴责任，行政院秘书长会交由张顺涵来接，也若是行政院长杜英泰甲副院长陈丽君拢会继续留任。大家早。好。我还是要照导演处理。经济部长郭智辉日日出席高雄活动，亲像有感觉是经济部长任内最后一场演说。不过，这片发挥而是照顾演说，都伫暗时8点外，经济部对外正式郭智辉以健康因素请辞，也有所谓发展部长黄岩南因为8月底照调期晚归建中研院，甲因为性平案请辞的教育部政务处长叶秉成。应该会让总统有更大的空间去通盘考量整个未来内阁的团队跟整个的人事的布局，这样才能让国人在最近以来对政府的各项期待，我们都听到、看到，也会做到。民意代表当然有地方有中央，那更是要配合行政单位一起来努力。所以我想用出师表的这句话来形容是最好的。公中府中聚为一体，我们国家就会往前走。今年1年外，内政府会启动内阁改组，总统府秘书长周敦涵传出是内定行政院秘书长人选，行政院秘书长姜明新内定接任经济部长。另外，行政院长杜英泰甲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两个人拢留任。外界分析，伫关税、协商议题，也佫有罢免候选交叉之下，改组名单蕴含稳模姿态。823在即，内阁总辞势在必行。但如果到最后演变成是想做事的人求去，而听话的政治正确者都还可以继续留任的话，那恐怕才会离民意越来越远。希望那一政府不能用人为亲，要用人为才，也不能老是用派系，一定要用专业，这才是能够解决人民的问题。杜英泰有希望第2个正式对外宣布内阁调整布局，这波内阁改组幅度真受关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